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政府过3万要推动新南向政策，过初期呢要入到农业市场，也地备人才路非常重要哦。也是节目嘅前半点钟，我哋要带大家对一啲客家企业家睇台北的慈善事业来看新南向嘅人才培育同交流。泰国的国土面积有51.4万平方公里按法，係台灣的14倍按大哦。其中泰國北部嘅清萊、清邁同麥豐鄉三州府面積都有3兆台灣按大。記者嘅除了係對泰國的國民以外，台北山區韓國有對連綿地區才推到泰國邊境嘅國軍係大嘅。30年前，台灣一代係行人嘅企業家錢秋華同伊嘅老公藍俊國響應送愛心去台北嘅活動，伊能喺台北成立嘅3間幼兒園，唔單止照顧孤軍嘅後代，也喺激動時，泰國政府禁止華文教育嘅政策底下，想盡辦法來推動中文教育同保存中華文化。喺台北大家路喊錢秋華做前媽咪，伊喺台北做善事30年咧，前後教育嘅超過500個兒童。是一國家的經費，伊希望也到4年內，有一日也是在同別人聽書，對社會有回饋。那你讀一個給我們聽啊！小小要安靜啊，要安靜啊，要安靜。細細到時地度也得好生嘅白白草，唔過上這款啊，啲台風也得前生，我咪看起來有地位，冇強用咯。當小朋友睇上套書，見眼頭笑眯眯嘅，也得聲音呢做清我很記一張前媽咪。所有小朋友成法韓國教育快手，無論自家創辦人錢秋華，總快都包下來。這樣時期上因從愛心到台北的發通，創辦孤兒院，一做就係30年。30年前，記到了韓哦，悲慘世界啦，我用形容，和情感動到生意冇上做，這是事實。個教育係哪裡從給人行到來，好冇盤是新保你馬為古教育。你們好大聲！熱的話，外套先脫掉，看到好熱哦，會不會熱？外套先脫。錢秋華老爺的認同，看做係自家生意呢，亦都單單係無話無邊的孤軍後退。如果係泰國邊境少數民族阿卡族，也係苗族、瑤族也都，也都第一食得飽做嘅時候，唔是在嗰時候行一場為磨米好多貨。一般這個一些衣服啊、制服啊、拖鞋都沒有，那時候都沒有啊。那麼後來就是經過我們這個錢媽咪啊，她這個細心照顧，然後她的對我們的台北這個一些小孩的愛啊，然後就慢慢的改變我們這個院裡面的啊一些生活方面啊，不管是吃的、住的，就慢慢的變好起來。海拔差唔多有1600公里，按個爬洞，用泰國話來講就按到爬洞，也意思呢就會有高有低的識別。像唐伊的地名就第外地亞公里呢有幾件事呢，唔過差唔多啲班長人司機以前一個孤軍來到鴉片，就是按呢用錯韓國有蘇標嘅天才特別的溜溜小小屋嘅來講嘢呢，按到年過去嘅佢都成塊有牛改變咯。人做啲看到呢，亞啲泰國北部當道嘅總頭地度一道屋嘅都竟然係像按呢係用磚頭韓國有防毛嚟起嘅，看起來一排頭。韓國頭前嘅大路呢，每同頭班人查韓國就用成大貨嘅三條路都冇咁用，成番環境看起來怪山嘅一道，唔過一道孤軍嘅後倉嘅咯，佢都咁正經行述頭擺一團比量韓國淒慘嘅歷史嘅咯。其實台北嘅生活條件，廿多年來已經怪山東道，對馬路到魚嘅態度，對本地嘅物料都連是拉不回復嘅。如果水天基礎建設未改善呢，變到都冇強用。本來自家成立30周年嘅反批控，孤軍後退呈現出來法律，一當然未到東上唔到。Honestly, more than get young nanny, I'm a girl.
等等，也下青石行的韩国团体舞曲中国跳舞，虽然台北第三亚别拉国，下山一转食材每晚3-4點鐘來試。不過啲食行一條成年呢，做住利用用路同司機來接觸。雲南自家成立30年呢，人工32粒。前主法對雲南自家一條認同，沒有韓亞多其他。那裡講給他魚不如給他一個釣竿，所以我嘅想法仲係按樣教育就是這根魚竿，我寧願本基條倆魚竿係教育，基條好好讀書，佢下擺長呢用自家嘅能力來回饋基條嘅家鄉，還係基條自家嘅文化哈。睡着了。睡着叫什麼名字？叫恩啊，你叫恩啊，哇，家紅都當爸爸了，你看啊，真的。行到前媽咪轉到台北，一擺還有些書記照顧認同，那麼自家紅係轉來關前媽咪。大部前主法堅持傳統嘅中文教育，一路認同就韓亞有機會。平平係做土友，唔過學講中文，至少避免讓用皮按到，以曼國一路睇讀書，成家立業。你講倆新南向政策哈，那裡倆台北出去嘅生意，因為中文，所以基調嘅就業機會仲係講都動到，冇條路嘅用嘅，實基調做得做好多樣，係因為中文係當然係當吃香啦。感謝媽咪的教養之恩，能使我學習到這個社會如何做人處事。睇上演出對前媽咪嘅感謝，今年總共有45個離異嘅認同，向下之前係一個籃球場，有很多飲水思源球場，本但數年照顧嘅一類認同，也下沒有能力反轉頭來照顧一條老太老妹。係有人係按樣啱啱提到講了30年嘅哈，成因有很多太累，然後佢哋有啲結婚，去幹嘛做爸爸做媽媽嘞哈，那然後有啲也有不錯的工作哈，啱啱提到30年來按樣教導佢哋哈，韓國教育佢哋哈，了解價值裡下仲看到嘞。毛主席做過台北30年，前主法批定一條國權後退，行出唔係從人生安內苦漸漸內，咩唔係從頭擺槍夢古堡都市。前主法客家希望有條聲音內，有為韓亞多資源，喺就業市場上有韓亞好條件來上邊，未來頭擺嘅安度艱辛同挑戰，變做行工前嘅動力。